你去哪里啊？今天我们要去跟同学们一起要去法鼓山。啊，来，好，OK。Namaste。说一句话。你说。好，这个同学们，我们待会我们大概是9点我会抵达那个法鼓山那在法鼓山的一个是整天的行程，我们会参加他们的园区，他们呢就是有推广很多环保心灵课程还有禅修，还有一些文艺的活动等等的，很值得去。非常你们去到那个团就非常喜欢。去年我带大家去佛光山那今年你们去的是法鼓山，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不同的那个道风跟学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里面呢，你们可以去体验，就是它会引导你的一个禅修的活动那在法鼓山呢，它推广的是现代禅法鼓现代的中华禅法鼓宗。所以它叫做来迎观音欢迎，对，来迎，就来，大家来，欢迎大家。会比较舒服。那最主要就是2个膝盖，希望可以接触这个。师傅，今天你到了这里参观，然后你有什么心得？我有什么心得？对，我觉得非常反正就是很开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感恩法师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就是师傅们很有爱心特地因为看你们中有饿，然后就打包了2粒水煎包每人1人1份2粒，还有那个
个油饭跟那个饭团2选1这样子。第二天，待会我们那个10点抵达那个我们第二博物馆。天去博博物物馆馆的。话，就让大家继续进去里面。大概是1点。真是，如果有机会你们到那个。那个甜筒，弄甜筒。那如果。如果